最近周圍都話經濟差、市道唔好，甚至可能面臨失業潮，你係咪覺得好潮水呢？係咪好驚呢？如果你係咁諗，咁同發達呢一個機會可能擦身而過。今日我要同你講一個普通人未必會知道嘅秘密：經濟越差嘅時候，其實就係我哋發達最好嘅時機。富爸爸話過，每一件事都好似一粒硬幣咁，係有兩個面嘅。普通人淨係見到危機、失業同埋縮數，但係創業者、有錢人就會睇到另一面，就係轉機、低成本同埋新市場。點解呢？因為每當人都好驚、好緊張嘅時候，都喺度守緊嘅時候，市場嘅競爭其實係最細嘅。最重要嘅就係當人唔係安穩嘅時候，佢哋先會願意去揾新嘅出路。你睇翻歷史啊，好多偉大嘅公司，好似微軟咁樣啦，迪士尼啦，甚至乎係 Uber 同埋 Airbnb， 佢哋都喺經濟最崩潰嘅時候，又或者係最差嘅時候誕生嘅。點解呢？第一，因為租金同埋人力成本平咗；第二，最關鍵嘅就係人類嘅焦慮感。當大家都覺得人工唔夠交租嘅時候，唔夠生活嘅時候，佢哋就開始覺醒啦，想揾一份副業，又或者去創業。呢個時候就係你建立團隊、擴張你嘅影響力嘅黃金機會。所以經濟差唔係你唔嘗試嘅藉口，而係你最好嘅起步點。我知道喺香港生活咧，壓力係好大嘅，個個都想穩陣。但係你有冇諗過，你追求嗰種穩陣嘅時候，其實就係建立喺你老闆嘅心情之上。當外面風大雨大，你係咪想揾把遮去匿埋？定係想趁呢個時候自己起翻間屋？呢個章節就話俾我哋聽，真正嘅創業者係唔會理個市好定唔好，佢哋只會理自己夠唔夠強大。與其求神拜佛，希望個市好轉，不如我哋諗下點樣將個危機轉做你嘅轉機。硬幣嘅另一面永遠都係存在嘅，問題係你有冇勇氣去翻開睇佢呢？下一集我會同大家去拆解一個最經典嘅概念——現金流嘅4象限。你想知道點解你努力都係咁窮？可能就係因為你企錯咗你嘅位置。如果你想學識點樣去逆市揾機會，記得點讚、save 低呢條片啦，同埋 follow我。我哋下集再見。